各位兄弟平安，咱的礼拜要开始，请咱来默祷。Baby, I've been here before. I know this room, I walked this floor. I used to live alone before I knew ya. I seen your flag on the marble arch. Love is not a victory march. It's a col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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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ay I talk uneven way. I don't even know the name. If I did, what really was it true? There's a blaze of light in every word. It doesn't matter which you heard, the holy or the broken.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诚实到强冲。上帝啊，愿你的权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这时，请咱用10条诫来告别咱的信仰。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毋容允别的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守我的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1000代。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磨，做你一切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的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久长。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行奸淫。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你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的所有的。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也是阮的爸，阮感谢你所领受你伫圣日所带予阮的一切恩典。阮感谢你，你照着耶稣基督的血，互阮会当甲上帝搁好，也互阮会当坦然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要用
感恩献祭伫你的面前，也求主你阁带领阮继续向前来迈进。阮知，阮的遮只有透过主你的话，才会当安慰阮的心灵，会当勇壮阮的心。阮也知，透过你的罗卜带长老，伊的话一开帖，就发出光，要互遐软弱的，搁再勇强壮，也要互忍心倒退的，搁再热心，来互阮的心灵、心灵拢会当得到勇行，也有平安喜乐来到阮三甲之地，互阮的心充满着愿望，来跟随主你的脚步。但即时阮也知，虽然外面即个灵界有军兵扎营要攻击阮，总是主你甲阮讲，恁着信靠我，倚靠我，因为我要替恁来征战，互恁的胜利到有春。感谢主你，阮深深亲信主你的话，因为你无伫阮患难的时放杀阮，你倒转来呼召阮，来引带阮，经过即个黑暗的山谷，互阮脱离即个山谷，脱离遮个邪灵的捆绑，互阮有愿望，诚侪新造的人。感谢你，搁一摆，互阮用你的话不断伫即个时来思考，来警醒阮家己自己。但阮也特别为着搁要来的日子准备，来恢复着教会的礼拜。虽然阮只伫线上经过线上的礼拜，阮也会当看见主你甲阮同在迄种的喜乐，总是也无偌久，阮也要来恢复伫圣殿的实体礼拜。愿你互阮照伫一切的计划，也你的引带会当真紧来达成。阮即时安尼当心祈祷，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即时咱要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至52节，请咱掀着三角来看。46节，因到耶利哥，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群人出耶利哥的时，有底麦的囝巴底麦，就是青面做乞食的，坐伫路边，已经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嗷叫讲：大必的好的啊，耶稣可怜我！侪人责备伊，教伊静静。若是伊一发大声嗷叫讲：大必的好的啊，可怜我！耶稣停脚讲，叫伊来，就叫青面人，叫青面人，甲伊讲：按你的心起来，伊在叫你啦。伊就放撒伊的衫，跳起来，去就近耶稣。耶稣应伊讲：爱我，甲你做啥物？青面人甲伊讲：列普尼，我爱得到看见。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信有救你啦。伊两边得到看见，就伫路里跟对耶稣。以上，即是甲正道，咱要请蔡长老。今仔日是永无放弃。耶稣讲去了，你的信救着你，请大家来祈祷。万款的主，阮的上帝，真感谢你，哦！这段期间，哦，每一个家庭的正做小祭坛来敬拜你，做肯个通过卑微的萝卜，正做你的出口。每一句话用圣神的感动刺插着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受到上帝祝福，安尼祈祷，用最后所记的性命来求，阿免。为先兄弟姊妹平安，因为咱的厝里有的人会感觉受大声，有的感觉受细声，
请你家己调整咱的音响。我即个人有当时讲话大声吼，较红声啦吼，较大声。咱线上礼拜可能即礼拜是最后一遍，总是咱的珍惜。请你伫厝里的时阵，甲恁厝里每一个人，甲请安一下，平安哦。无吼，以后礼拜开始，咱实体做礼拜。咱看诗篇42篇安怎讲？可拉好的哦，伊咧讲哦。我的心切切心无你，亲像鹿切切心无溪水啊！带圣殿做礼拜是因安尼足心无、足渴无、足困求的代志啊！咱后礼拜地当来实体做礼拜，总是因为场所的关系，有可能咱要安怎计划，确定遮的长老因家己参详，总是咱来期待伫圣殿内面，甲上帝三个做伙，这何等的水！何等的好，何等受到每一个人所欣赏的代志。所以上个礼拜最后一遍，讲永远袂放弃。咱得着 COVID-19， 本来伤害啊！连做礼拜都袂当做礼拜，要安怎？好佳在科技发达啦，会当用线上啦，用 Facebook 还是用 YouTube。咱会当继续伫遮做礼拜。咱若较看30-40当前吼，若真正 COVID-19 了，咱就回到厝里吼，拢无法度人做礼拜啊。可能家己家庭做小组的礼拜尔，无法度人伫遮3到7做来敬拜上帝。所以科技发达，嘛带互咱真感谢的一项事。所以咱每一个人永远袂当放弃咱家己，咱每一个人爱伫上帝面前真正知。每一个礼拜日，我要遵守主日来敬拜上帝，因这是真大福分。咱掠到这个机会啊，头拄个通过咱我们对了，甲他的圣经甲咱讲，这圣经的记载是记载啥物？记载讲拄当约翰经雅各伫咧坐讲啥物人要最大啦？耶稣讲你住在钱呢，啥物人要最大？住3钱的时阵。然后规大阵人开始行出来，行出来时阵吼，看一个弟妹，圣经会记讲弟妹后生8弟妹，可见弟妹伫遐也算有名声的人哦，有可能是好名声，有人讲是歹名声，总是伊的后生咧创爱，目睭无看，做去食，倒在路边共分，一堆人客过。照你讲吼，你应该看到较侪人吼，做乞食的人应该是颠倒迷起来。伊听到人咧讲，这是拿撒勒人耶稣，代表了何个？伫以色列人的观念内面，代表了何个？出一个弥赛亚，专要拯救人的。哇，听到了，心足激动的，得讲代表了何个？耶稣啊，可怜我！讲到即句话时阵，你发觉喏，伊掠着迄个机会呢。伊毋是因为耶稣伫遮的时阵吼，伊看到耶稣，伊是掠着迄个机会，可怜我，伊是甲耶稣求救。咱定定当时掠着即个机会，咱有真正掠着即个机会无？咱看到是啥物？咱有看到啥？是青梅呢？耶稣拄大甲伊学生讲，恁啥物人要最大？其实耶稣是咧甲恁讲，恁青梅啦，目睭有看到，但是心青梅啊。咱有当时心是青梅呢。咱有当时我逐礼拜来做礼拜，我是一个基督徒，总是青梅，咱看无做耶稣基督的真理，咱有当时用足侪名词来包装圣经，感觉足权威的。耶稣传统是足简单的啊，耶稣譬如逐篇是足简单的，伊爱互咱啥物真理。我当抱一篇讲，按着正义，照着上帝真理，来讲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讲主耶稣基督的疼。伫青梅啦，倒伫路边啦，咱有当时常常安怎呢？敢若旁观者，人带服侍。一大堆人都服侍，咱拢在路边，咱拢是一个旁观者，咱拢在看尔。哎呦，这就别人去做就好啊，这就别人去做就好啊。伊竟然看到机会来安怎，随掠条啊，
代笔好的啊，代笔好的啊，代笔好，就是讲弥赛亚，弥赛亚。人讲你怎知伊是弥赛亚？伊心里足清楚，这就是要来救世主，这就是弥赛亚。代笔互耶稣，可怜我目睭青眉，我真正足可怜的，可怜我。这条机会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咱这世人有常常挾条机会无？做时咱看这个青眉人的巴底麦。目睭青眉，心有青眉无？无啊，拢眼盲心不盲。咱足侪人吼是明眼人，但到眼不盲啊，心盲。迄个盲吼，拄啊记个心，啊，搁迄个茫茫然的盲，啊，都无用的迄个心，无用啊到吼，啊，袂记咧上帝啊，目睭青眉啦。所以这巴底人颠倒变过来，目睭无看去，但心足清楚的。哇，机会到啊！我就随去甲掠条机会。所以咱咧讲，这个机会要哪来？伊听人讲，哎呦，拿撒勒一个耶稣，吼，这个耶稣吼会惊神者，啊，这耶稣啊讲的道理吼，哦，对咱就有帮助呢。啊，这耶稣拢讲天国特别高啊，啊，叫人来悔改，听道理啊。所以咱信道理是为听道理来啊。你讲无啦，我相信就好，我家己看就好。啥咱礼拜日来聚会？聚会毋是牧师较有讲道，也是较含含讲道。聚会上重的是祈祷的中间，读圣经的中间，咱背金句的中间，咱讲道的中间，有着一句话：圣神感动你，刺察着你的心。上帝圣神要借着咱规个定事的中间，咱用心灵、用信息，甲圣神相甲沟通。上帝为着这句话。互你对因知所有人讲的话是对基督来，毋是叫人家去想的，讲啊足侪名词，讲啊足侪华丽的辞藻，吼，这样做学问的。耶稣毋是咧甲你讲学问的，耶稣是咧甲你讲真理。耶稣本身就是真理，又是活命，伊是道路。耶稣就是本身是真理，他是道路，他就是生命。那咱知影讲，耶稣就叫恁来，互咱知影讲，伊会互你得到啥？让你得到生命。信耶稣可以得到生命，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信耶稣，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的改变。法国的文豪培根，他讲一句话，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他把前额的头发让你去抓。如果你不抓住的时候，你就会抓到秃头，头发没有了。你不抓住，等你要抓的时候，只剩下秃头让你抓。机会来了，你要把握啊！我们有很多机会啊，那这些机会啊，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有好的行为，人家觉得基督徒是很好的，这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啊。我们借着线上机会，我们鼓励会友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分享给你的朋友们。也许他不信主，因为他一句话，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因为圣灵的感动，他觉得主耶稣的爱在他的心呐、所以呢，每一个人要把握机会，每一个人来把握机会，在你的职场，在你的事业，在你的朋友的交往之中，你要把握机会。让他看到你的好行为，让他觉得这个基督徒很好，然后邀他到教会来，圣灵感动他，让他知道耶稣爱他。等他心痛苦的时候，你去安慰他的时候，让用耶稣的话语、用圣经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满足。我们看到那个传道书里面所写的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但是相对的。传道书也告诉我们，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怎么样？未必能赢啊！哇，一直跟人家争的，人讲赢输啊，输啊赢。你唔是想讲支一波你拢赢呢？咱咧开始打疫苗，吼，有人得特权去偷打疫苗，吼，我惊拍袂着，吼去偷打疫苗，特权疫苗一大堆，啊，才叫命啊！啊，咱教师去排，咱大家拢排着啊！我到教师去来排，我都排会着啊！好，足侪人敲电话甲我讲，蔡某某，啊，我有替你准备好疫苗啊，啊，你要来拍无？
我拍疫苗是会使拍啦，我随时拢会使拍，无毋对啊。总是我讲无，我是68岁以上的一组通知着我倒来拍。啊，你敢会感觉伤久？我讲我前去拍毋是特权疫苗。我毋是啦，你是属于第几类？第几类？我讲拢没有哪一类，我就是属于68岁以上那一类，65岁以上那一类。我不爱甲你相共，我都叫一般老百姓来拍。特权疫苗，你拍一包用袂一包，结果吼，伊若等过去啦，伊即嘛是会使拍。咱何必呢？惊人咧烧钱诶，啊，你无一定赢啊，赢啊输啊输啊赢啊。咱讲吼，我们立战的未必能够得胜啦。咱甲大强烧钱诶，无一定是赢。哦，有当时啊，我伫职场中间，你要做官吼，逐个爱交际应酬啊，伫烧钱啊，讲你歹话啊，从即个若开始见我人讲见光死，若曝光啊，就开始好攻击足济。我亲身体验哈，刚才有副会长，我那去报纸登2-3礼拜，电视报2-3个月，啊，结果咧，吼，开始攻击，一大堆攻击。攻击了，我嘛感觉真有。我甲阮太太讲吼，原来我是一款样的人，吃喝嫖赌的人。阮太太认识我讲，感谢主，不要紧，心安在伫上帝。罗马书10章19节所讲，咱每一个人知啊，智慧的未必能够得到粮食啊。你较有智慧的人，你较聪明的人，你不一定得胜的。我可摇花，你就参名，你就智慧的。世间上悬的智慧是在伫上帝。那家己感觉讲我的智商158、157，无一定较高啊。你的智商0的人吼，有可能上帝颠倒动用你的。上帝所要动用的是安怎谦卑的心呢？伊毋是动用讲哦，我你读我足巧的，你地位足悬的。上帝毋是动用这个人，上帝是要动用你这个人，真真正是伊的心啊。所以临到正人的时阵。伫个当时的机会，你安怎把握掉？上头咧真侪机会啊！咱一世人嘅中间拢真侪机会，你家想看觅，你有把握无？一个人当着天使，天使甲讲：恁教会一个查某囡仔足水的，你足介意的吼？我对啊，我足介意啊，但是我都毋敢讲，我都毋敢对伊讲伊吼会嫁你，伊会甲你交往，够可能？等足久诶，结果个查某囡仔嫁别人，伊死了后去天堂问天使：你甲我骗啊！你甲我骗啊！你讲这个查某囡仔嫁我啦，这个姊妹我足介意诶。伊讲有啊，你会记你一遍吼，恁咧团契时阵，伊甲你问讲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没有跟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吗？你就根本毋较对表白啦！伊几啊遍咧甲你暗示摕物件互你食诶时阵，你无感觉伊对你较好？你无较对哦，你无加表白哦。伊讲哟，敢有这代志呢？伊讲我上帝制造机会互你，啊你家己无把握嘛？啊你要怪我？啊你家己带无某互我度，啊送去你咧怪我？啊所以天使时阵，咱定定伫世上吼，定定机会无把握啦。咱我着约束就好。约束吼，足我解梦。约束伫咱所有的旧约记载中间，伊等于毋捌埋怨过上帝。伊用安怎糟蹋？伊用伊兄弟甲糟蹋，甲迄落坑，啊然后甲卖去到埃及，啊然后为着伊即个中间即个大神的查太太要甲诱惑，啊佮向关到监狱，啊关到监狱的时阵，伊佮替人解梦，啊替即个酒政解梦了，甲讲啊你若处理了吼，会记着我，啊酒政嘛甲袂记真。哦，这世人中间你会感觉讲，哎呦，这个人的人生吼，足可怜的。兄弟甲背叛，啊，酒政嘛甲背叛，啊，大家背叛的时阵，都发到王讲，哎呦，我他做这，他有这个梦啊，啊，七只足肥的牛，啊，七只足瘦的牛，啊，七只足瘦的牛去甲食死这七只足肥的牛，啊，看到一个袂水起来，啊，有7个水，啊，佮有一个水足饱。啊，有7个水，啊，足瘦的，啊，足瘦的去甲食足饱。我都好即落梦足奇怪的梦。大家手前头去想着讲啊，迄感觉一个吼约瑟吼，足个解梦的呢。你去遐看觅咧，哦，约瑟来甲讲啊，法老王啊，
啊，即个梦是安尼，这上帝互你真大恩典，要甲你讲即个梦啊。即个梦就讲咱爱金吼，有7档的照丰收的，啊，过来吼有7档吼的期远啦。啊，你要安怎？啊，咱着足7档足丰收的吼，咱着将即个粮食甲准备起来，啊，过来7档期远吼，咱着有粮食通食嘛。哦，法老王听了足欢喜。我命令你做宰相，20几岁囡仔呢，啊来做宰相，上帝互伊智慧啊！哦，去着足侪粮仓诶，去着足侪粮食，哦，足侪粮仓、谷仓一堆啊！真的7年的粮荒，很多各所在的人根本枵啊消散落吧。结果埃及吼足侪粮食，约瑟的家人啊，嘛来到埃及。伊这兄弟拢甲害呢，不会约瑟家因3日的时阵，逐个要紧流死，讲害阮死的啊！咱事拢是害咱即个小弟吼，这阮死的啊！当然咱看圣经，佫足侪遐记载啦吼，咱甲跳过。为兄大家你去看，好，我感觉记足水的。好，伊安怎见这兄弟安尼咧都创伫来创离去。最趣味的是安怎？这兄弟咧紧张的时阵，伊讲着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漂亮。讲从前你们的意念是要害我的，以前你是要害我啊？总是说不定上帝意思是好的，上帝的意念是好的，就是要互我来遮先甲恁有备所在。111岁，112岁，约瑟死的时阵，伊讲有一日，恁要搁回到迦南地，上帝所赐我的所在，400当后就出来救济。机会到的时阵，咱来把过来，永远毋通放弃。圣经怎甲咱讲？哦，伊拄仔咧话讲，代笔的话可怜我，可怜我。迄阵真侪人讲啦，卖吵啦，卖话啦。啊，你耶稣咧无用，带一大堆人，不要话啦，你卖出声啦，叫他不要作声。结果巴蒂麦安怎？话愈大声，你叫我愈莫话，我话愈大声。咱伫教会有当时啊吼，我即边毋通去讲这样子，好，我讲3礼拜啊。咱到上惊人讲啥？你作秀，地法务长咯，哦，你安尼圣经，你祈祷头头特别准备，你咧作秀。教会侍奉无叫做作秀哈，教会侍奉。你上好摕互上帝，有可能你的上好，别人看起来是上好，伫上帝面前都是最上好。用你的心嘛，我足希望教会大家来做秀嘿，教会大家来做秀，愈侪人服侍愈好，愈侪人要服侍愈好。好，毋通小可一个方讲者讲，啊，你也无较够啊，啊啥牧师啥他着你足倒，我嘛会晓足倒，应该我来足倒。上帝命定你是做牧师，你是足倒的。我毋是做牧师，我无足倒，你足倒。这是上帝命定所有的啊！你叫我莫足倒，我偏偏要足倒。这上帝交代我的任务，毋是世间人的啊！我无听你一句话讲安排啦，你遐老啊，你莫足倒。啊，我着听你的话，我是听上帝的话呢。上帝甲我讲，我老啊，莫足倒，啊，我着无足倒。老啊，你莫讲倒，啊，我着无讲倒。上帝无甲我讲以前吼，我是尽量去做呢。所以讲，人家讲卖啦，伊安怎愈大声啦，愈大声啦，咱就看到个祭司是阿兰国的所在，迄个一个大神啊，阿兰王足欣赏的大神啊，乃曼将军啊，结果乃曼将军啊，着太哥啦，太哥啦，太哥伫迄个时阵是足歹病呢，所以麻风是非常不好的。后伊听到讲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好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上帝，啊，足牛的，足厉害，就准备足侪物件，啊去找以色列王。以色列王讲：啊，你是要甲我欺负、烧山破，你是条咧甲我糟蹋烧，我才有可能甲你救。我毋是哦，咱是要找先知哦。结果去找以利沙哦，以利沙吼，连看伊都无看伊呢。甘罗伯，甲伊乃嘛将军讲，哦，乃嘛将军甲你讲是足有权有势人呢。伊讲吼，你去吼约旦河遐洗7摆，去约旦河遐洗8摆，去约旦河洗7摆，洗。伊讲我咧神经咧，约旦河无平阮阿南国的河较清气啊！啊，你叫我到约旦河，
啊，连甲我看都无甲我看，啊，叫我洗7摆，咱甲讲吼，伊叫你安怎做，啊，你照安尼做，转去就好，安尼洗，看，哎，一遍愈洗愈洗，啊，皮肤啊愈来愈水，愈来愈水，啊，敢若婴仔的皮肤啦，哎哟，无放弃啊！所以讲，有当时上帝叫你做个工课吼，你感觉不可理喻呢？上帝才叫我做这个工课。迄不可理喻的感觉呢？总是上帝叫你做这工课，哪拢有伊的目的呢？上帝有可能今仔叫你司琴，你讲我都无啥会晓司琴。上帝叫你唱歌对讲，只为讲你来 solo。我著唱，我著凭啥物人较含慢咧？要你的声频我加足水的。啊，我现在著 solo，上帝都叫你 solo。迄 solo 出来迄个感觉，无共款呢。我常常拢咧讲一样事：上联传奇献诗吼，甲幼稚园子女学献诗吼，上感动人啦。啊，你讲起来先国队员哈，莫不好个，这事实啊。因为上联传奇是经过人生的历练了，因为迄是足感动人的。啊，最后囡仔足纯真无瑕，因为迄是足感动人的。啊，咱已经经过社会污染吼，虽然后声诚水吼，所以讲。因咧唱歌，因咧献诗时阵，你要感觉较感动吗？咱生活队唱一部拢无咱干那翕相呢。吼，主日落来吼，逐个拍拼翕相啦。啊，上团过来吼，逐个拍拼学乐，感谢主啊！所有事拢感谢主啊！咱永远都袂当放弃啊！你甲像讲，你像罗家辉所看的，吼，伊。那个法利赛人讲：上帝啊，我偌虔诚呢！我一日金食几遍哦，我那祈祷徛到路中哦，我奉献偌济哦，我偌牛咧咯，我偌虔诚咧。啊，一个迄个抽象，迄个税吏吼，看到边啊，上帝啊，可怜我，可怜我。上帝爱是谦卑的心啦，上帝是爱你谦卑啦。你甲承认你的无够，上帝就互你。坚强啦！伫软弱的中间，上帝想出你坚强，你会感觉我甲你足牛的。啊，上帝讲啊，你足牛的就好啊，啊，毋免上帝啊。人的进步是上帝起头呢。你毋能想讲你家足牛的啊。我这世人的中间最大的体验就是讲，我若卡出家己感觉足含慢，我感觉我足无力的时阵，我感觉我足软弱的时阵，迄阵就谁甲我讲，我要用你起来。我要遮半做见证讲啊，到拜六拢无声啊，礼拜日要讲道啊，啊嘛是鼻仔蒙咧去，讲无声尾也无法度嘛是安尼麦克风遐咧蒙来试看卖，完全拢正常，声嘛足红声的，对讲道讲啊了全无力去安尼尔。所以咱每一个人爱知，那每一项事吼爱警醒，因为魔鬼若好势，头拄咱普文长咧祈祷讲啊啦，魔鬼责任也要攻击咱呢。所以咱每一个人爱警醒，毋能放弃，为上帝做工。魔鬼定定甲你讲，莫啊啦，莫做啊啦，我要忝死啊！离婚遐济啊，莫做啊啦！啊，你加无用诶，啊无趁着1五年啊，加了时间呢，啊，我把莫去用啊啦，莫去用啊啦，加了时间互别人去做啦。迄著遮济工咧，逐个分分咧，都互别人去做。上帝互你文书会当做遮个工，你都爱感谢主啊！上帝互你有气力通做工，你著感谢主啊！你魔鬼那好势，一直咧变这世界变遮，你若无警醒啊，定定去受到上帝所主动的啊。咱定定看到尼克五段尼克，哦，伊咧故事可能咱也真济，咱毋免伫遮佫特别讲。牧师囝呢，牧师咧服侍上帝，啊，结果生一个囝安尼五段，骹手拢总无。迄若我做牧师吼，我就问讲：哎呦，上帝啊！无彩我这世人拢咧服侍你，啊，你我生着一个后生仔呢？人尼克讲啥呢？感谢主，好佳在我生安尼，所以我若采去以后，大家拢甲我欢迎啊！毋若足够做见证的，毋若为上帝出来做见证，啊，咱嘛会娶某，啊会生囝嘛，照常这踢足球，照常玩冲浪，照常做足侪工课。咱看到啊，海伦凯勒，迄嘛目睭青眉呢，迄以前嘛无听到呢。总是安那，我靠上帝，伊的老师陪47档。将伊教育成一个美国上有名的教育家，得到总统奖。咱阁看到咱台湾一个杨恩典，杨恩典啊，6个孤儿院，两只手拢无，人家用支骹尔，会画图做见证。啊，对面咱咧讲的黄美莲脑性麻痹，
你这些人哦，那种四肢健全呢，他们是四肢不健全，但是心灵健全。那你心更重要，他们都没有放弃，因上重要不放弃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四肢健全，你有声音，你听得到声音，你有嘴巴，你可以讲出口，你难道不应该为上帝做见证吗？你难道不应该将福音传到全世界各地吗？你难道不应该像这对父子，那个最近死亡了，从小要出生的时候是脑性麻痹呀、他的爸爸是军官退伍，他推着他儿子参加大大小小的马拉松赛，就推着他儿子跑。为什么？永远不放弃。我们有这个心呢。我们遇到什么的困难，我们能够比得上他们吗？你难道放弃吗？你难道不把握机会吗？第三点，要丢下一切。你看到迪买就问耶稣说：“可怜哦，大卫的后裔啊，耶稣啊，可怜我啊！”然后我一直叫啊，耶稣说：“来，叫他过来吧。”耶稣在叫你的，他立刻做什么？抛下衣服啊，丢下一切啊！就像耶稣在找门徒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丢下一切。今天耶稣在找你，买啦，这个吼，我到的牛要饲饱咧，我都要买娶某咧，我要做3项过咧。那当然我事业好，我今嘛都要当咧创我的事业刚开创，我等我事业都很好的时候，我一定侍奉你。圣经讲什么？你若赚得全世界，丧失生命有何意义呢？你若赚得全世界，丧失生命，你有何意义呢？你看，想讲我趁钱啊，趁啊足好势，等下我老的时阵吼，我再敬拜你，你也等袂老咧，你也半量度去啊咧，像即个 COVID-19， 足侪少年就去啊呢。伊若无信主的时候，因着信主的时候，我唔甘，总是还佫感谢，还佫感谢主，好个使你信主。若无咧，无人传福音无伊，是毋是你我的责任啊？咱是毋是责任来讲，爱传福音无因啊？所以去的时阵吼，伊随放杀一切啊！伊从衫烂咧，去单掉啊！这代表啥？伊从世上的事物吼，这杂念吼，拢放杀。一个去食人，可能一两三对来讲吼，可能是全部财产呢。伊拢总甲放杀，伊是丢下一切。放杀最主要是安怎？咱要军队耶稣的人，咱就唔通计较家己。咱会无看家己，咱放杀一切，咱的军队。对我来讲吼，每一遍到圣殿是上重要。阮自细汉吼，就是上帝的囝。阮老爸无咧插阮的，只要阮去教会就好。阮这上帝的囝，安尼咧大汉，所以咱吼爱褪去咧脱离我们的残累啊！咱爱去褪去这物件，最后一项啊，咱个上重要是安怎呢？爱军队啦。你看耶稣我讲吼，你的信救了你啦。罗王中圣经有7摆讲到信救了你的代志，所以7摆讲到信救了你的时阵吼，耶稣伫甲宣扬出去呢。顶面咱看到是白菜带，嘛是当着这起面，总是耶稣讲叫你唔通讲的，点了对你的长征。7摆是耶稣讲你去，这人随对耶稣啊。咱看路加福音有讲一样安怎？这人出去了啊，规人跟互上帝丢跳。刘先生下这，你所有恩典吼，拢归荣光互上帝。上帝互你有这个恩典的，毋是你本身偌牛，是上帝互你的，你爱学了上帝。伫这世人的中间，不论到倒一个职位，我感觉上帝互我这职位，因为要互我带这职位来服侍每一个人。毋是讲因为我服侍每一个人，上帝互我这个职位，是因为互我这个职位，通去服侍每一个人。上帝照着这荣耀，所有荣耀归伫上帝。咱毋通家己感觉家己较牛，咱所有荣耀爱归伫上帝，因为伊是真真正正替咱受死的。咱来当是加来军队上帝啊！咱建互咱家己的心啊，归队来军队上帝啊！即个 COVID-19 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安怎？气部会传开传袂来啦。一个
代代爸伊互你书伫连书，你来去看网络，这是一个真正的故事，伫连书伊家写出来。伊看到即个妇人人吼，即个房间，吼，伊的子女安尼吃足侪配，甲妈妈鼓励妈妈，你爱坚强哦，你念会得好起来。啊，佮载足侪物件，吼，这是一个子女足疼妈妈，妈妈足疼子女的家庭，是一个足温暖的家庭。总是吼，咱普通做老人拢讲无爱互逝世连累啊，拢会讲吼，你拢莫甲我急救，所有的些重啊急救拢莫，所以伊就签伊就拢莫急救的。啊，护士看着要急救，啊，喘气都喘袂来啊咧，啊，着安怎？着爱气切呢？啊，气切落吼，着袂当讲话呢。啊，但是伊有讲，拢袂使甲我气切，拢袂使做侵入性的治疗。啊，要安怎？这护士看去问医生，医生讲，这救会起来呢。因为COVID-19甲普通咱的迄个打老死那个不一样。COVID-19你若卡死，伊迄是缺氧啊。啊，卡死你若甲输送氧入去了，伊豆豆就会恢复呢。救会起来，医生救会起来咧。啊，但是就签即项，讲莫甲急救啊。即个护士看咧吼，佮看到伊安尼，即个子女写的物件吼，伊总甲即个护士长讲，护士长，你是无要还气切，无要还插气管，无毋对啦。啊，总是吼，你看你这子女遮尔疼你，啊无安尼好无？趁候你最后真正会当讲话，我替你敲电话互因好无？伊讲好啊。啊，就敲电话啊，咱这赖一部好，会当视讯。敲电话互因查某囝，妈妈，唔通啦，你有气切啦，我袂使无你啦，你得该好起来啦。互因早生，互因新妇，每一个妈妈，我足需要你啦，我足需要你，你绝对要有气切啦。因为COVID-19气切过足侪人拢好诶啦，你毋是讲真正是老化，袂当气切啦，拜托你啦，妈妈，我足想你啦，你绝对袂使啦，你绝对要有气切，你绝对要好起来啦。伊老母听咧了，总甲护士讲一句话，好啦。我要气切啦！我要想要看到因，我嘛就想我的后生查某囝，交我遐个孙啦。护士听就欢喜，伊个医生讲，紧嘞，准备气切急救。哇，这个气切，最后得着好，离开代代病院时阵，迄个护士足感动的讲，好佳在，伊无放弃最后一刻，甲鼓舞伊来气切，因为伊通得着好。因为亲爱的兄弟，永远不要放弃。咱对上帝心永远唔通放弃。咱追求上帝心，放下一切，跟对上帝。上帝自然将恩典甲你三个来祈祷。我做是感谢你，我哋当线上做礼拜。这是最后一遍的线上做礼拜，我今日要实体礼拜，主恳求你照顾我每一个人身体，特别照顾我的身心灵都得到上帝你的眷顾。让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蒙恩的子女，让每个在神的面前都渴慕来朝见、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来吟圣诗第550首，我做基督兵丁。
奉献，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10节安尼讲：无得为着家己积储财宝伫地里，独独着为着家己积储财宝伫天里。因为恁的财宝伫遐，恁的心也伫遐。请咱继续搁为着教会的需要，甲极长的时间来奉献。这是咱要来吟奉献的诗382首第4节。报告，请咱来看消息报告。因为疫情为3级来降做2级，所以中执会有决议要来为线上礼拜来改做实体礼拜。伫后礼拜，咱会根据中执会决议，搁来做另外的通知，请咱用欢喜的心。甲祈祷，为着这一次恢复实体礼拜，求主甲咱同在，互咱会当有即个渴慕的心来甲圣殿同心共受主的祝福。第二，疫情的期间无法度聚会，所以咱的做就是请会友利用长效来入日本会的建堂基金的户头。周报一路拢是用建堂基金奉献。请咱来看即个有关的户名，甲迄个校号，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兴教会，并且要注明你的名，以及甲咱的会当，互咱的甲咱的财务长老来对照。第三，咱8月份的10月的中执时间志宏长老以及吴世军执事。咱继续用新安宫的进度来读，就是耶利米书第8章第4节、11章至23节。具体交通甲大道事项，请咱继续为着疫情的解除，咱同心合意来祈祷，也为着地球会当疫情会当来刷，请咱也继续为这个事来求祷。互遐个因为疫情丧失，甲因的亲人，拢得到主的怜悯。也咱搁第二，咱也为着教会主日的祭坛的建立，请为着这个事工者来祈祷，互咱会当渴望伫8月初会当来到教会来朝见咱的上主。第三，教会关怀事工，求主兴起搁较侪同工，也看见社区甲教会中间姊妹的需要，互咱有同理心，会当为因陪伴因，关怀因，互每一个人伫基督拢有得到大的安慰。第四，阮也领受圣灵充满的祈祷，求圣灵来管理咱的生命，开阔咱的眼界，互咱服侍有果效，也明白上帝的作为，互人带来平安甲喜乐。这是主啊，阮要为着以下的事来祈祷。天父上帝，你也知阮的软弱，通过圣神的引带，互人会当刚强，照着你的旨意来行，用伫谦卑顺服。来侍奉教会，用关怀来关顾需要你的兄弟姊妹，恢复因的信心，也互因继续伫信仰的路上有兄弟姊妹的陪伴。
主啊，你的恩典安尼丰盛，互教也阮每一个人用。阮开开阮的心来迎接你，进入阮的心，进入阮的内面，成做阮的主。请你继续引带阮，带领阮。也阮也为了特别是几位的兄弟来祈祷，特别是遐丧失伫即届疫情，因的遮兄弟姊妹，咱的国民以及因的家属，请你也用你的圣灵安慰因每一个人的心。虽然有艰苦，总是嘛有看起愿望，因为你无放杀阮，无放阮伫地上孤单，无人看顾。主啊，搁一届你也看顾阮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特别是校东弟兄以及红埔立分姊妹，因伫因年老，伫因病痛困乏下面，身体受着困着，总是阮也知，上帝你犹原看顾伊，你看因若家己会惊离一般，透过你的安慰，互因伫遐会当来享受因最后伫每一期刻甲主伫咧的时阵，愿主你也看顾遐照顾因的亲人。阮也特别为着黄玉红、郭月娥以及吴美珍因一家来祈祷，愿主你美好的旨意落伫因的心上，看顾安慰，拢甲因三甲伫地。阮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上营，上营是388首。吟诗了，咱要请林牧师为咱来祝祷。因更归信的上帝，因更信仰信息三位一体，早地的现在的地，将那呀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请咱用心三甲来对上帝祈祷。耶和华是伊百姓的快乐，佫是伊受我得着救的人。求上帝时时甲恁三甲伫地，祝福恁，愿主常常甲恁伫地，永永无绝。当我将恁交付上帝的恩惠、慈爱、甲保守的上帝的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三位一体上帝，常常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续咱即礼拜线顶的会友关怀甲探访。今日咱要探访的有两位，一位是关泽伟弟兄，关泽伟弟兄大家可能较毋知，就是 Sky 吼，甲咱的宣婷姐妹，过来咱要派探访的是胡木恩弟兄跟郑李安姐妹。那现在我们要来跟我们的 Sky 做连线。
哦，Hello，轩迪，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哦。 Sky，Sandy，好久不见。哎呀，都快认不出 Sky 了哦。哎，你头发好像没有去剪。你这个头发是 Sandy 帮你自己理的吗？哎，我都我女儿帮我理头发哎。嘿，没有理，没有理哎啊。没有理哎。那个 Sandy 是8月23， 8月21，哦，8月21。哎，Sky 紧张不紧张？很紧张。那个小朋友乖不乖？有没有踢你肚子？是他很不乖，每一次他踢的时候，身体跟我说：“哎，过来。”他又在动，然后我就过来，把手按在上面5分钟，他就不动了。啊，你们有没有弹琴唱歌给他听？对不对？要弹琴唱歌给他听，要讲圣经跟他念经文，让从肚子里面就接受上帝的信息，对不对？好不好？对。那 Sandy 那一天听到你去打疫苗，很紧张嘛，哈，说要打孕妇疫苗。突然预约到，原本预约不到。对。啊，打觉得怎么样？还好啦哈，莫德纳嘛哈。打一剂还莫德纳？莫德纳，对。哦，莫德纳应该第一剂的那个副作用很小，第二剂听说被火车撞到一样。没关系啊，因为你们2个人平分嘛，一剂2个人补哈，所以比较分开副作用。你打一剂2个人一起打，那现在吃东西有没有吃2份？应该有了哦。应该有了哈。说就是这个时期打会是最好的。对，当然是最好的时期啊，这个时期打最好，而且没有副作用，小孩子又得到帮助啊，真的很棒啊。那最近这段时间都躲在家里做什么？大眼瞪小眼。线上上班。OK。啊 ，Sky 工作，Sky 现在是线上教学嘛，哈。对。哦。那有没有？趁着时间多了一点点，我们也去了，就是开车去，出去绕来绕去。关不住了啦。那 Sandy 呢？觉得怎么样？一点点紧张啊，下个月了呢，哈，快到了呢，今年已经7月底了哎，再剩下3个礼拜，哎，没有，4个礼拜，4个礼拜，哎，4个礼拜，4个礼拜了，剩下4个礼拜。应该会早说不定会早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随时要预备好。对，打算在哪个医院？淡水马街。哦，淡水马街哦。对，你们住在淡水那边哈。很方便啦，好，很方便。那我们现在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好啊。好，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 Sky 跟 Sandy 心底充满着高兴，充满着喜乐。尤其我们看到 Sandy 肚子里面有你所祝福的孩子，上帝求你祝福他，在8月21号生产的过程，都有主你的恩典跟他同在，帮助这个小孩子每日的成长，都派天使保护着他，让他在恩典中成长，在爱中长大，在主你的保守之中，一步一步，人生都有主你跟他同在。主，求你纪念 Sky 跟 Sandy 他们在信仰上的服事，他们有心服侍你，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的心力在服侍主的身上。求主你差遣他们，求主你悦纳他们，求主你喜悦他们所有的侍奉，因为他们侍奉是从心、从灵、从主你的呼召而来得到差遣。求你帮助他们这个家庭，让他们家庭有主你的爱浇灌在他们这个家庭的身上，尤其照顾他们
两个人夫妻的相处得到神的爱，身体得到健康，一切所作所为都有神跟他同在，照着神的旨意来抚养他们的小孩，让他在长大的过程也能够感受到主的爱跟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谢谢。拜好，拜，拜拜，拜拜，好拜拜。下次见哦，下次见。 Sandy 看起来是真的有妈妈的样子了，变胖很多。不是有妈妈的样子跟变胖没有关系，成熟的样子。当妈妈最美了哈。当妈妈都是最美丽的，都是最美丽的。好，平安，我们再见。好，再见啦，再见啦， OK，好，我们拜拜再继续下一个，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是胡木恩弟兄跟郑以安姐妹，我们先来跟以安这边做连线。哎，你们头倒起来了。你们现在那个对镜头要转。我不晓得可以，我不晓得可以这样转的。下次可以这样转了。哎，木安、以安，转过来了。啊，OK，可以。啊，平安，嗨，平安，嗨，哦，木恩平安。木安有远见啊，先理个头哈。哎呀，是去李婉婷理的，还是以安帮你理的？自己理的。真的哦？对呀自己，可以理啊？对，可以，对，这个比较没有什么花样。嗯，不我错啊。都是我女儿帮我理的，好所以有时候见到后面还一大堆还没有剪到，前面都还留着。这样大家可以磨练那个理发技术了哈。啊，好，很高兴看到你们，也很久没有看到北了哈。很久了，应该很久了吧？最起码因为也没停止了家庭聚会嘛，所以也没有。不过我可以肯定了哈，就是阿嬷都是在为你们祷告了。我觉得就是那个祷告的同在哈，让我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是也不会觉得很疏离啦。也在很多的那个我们的群组里面哈，我们都知道怎么样我也知道没有见面真的是对阿嬷来讲也有她的一些心灵上的一些比较，就是老人就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跟他来相聚来交谈了哈。当我看到我有问阿嬷说那些孙子怎么样呢？他说有，谁有打电话给他那为他祷告所以我相信你的一切都在神的祝福下了也希望木恩的工作，因为这一次的 COVID-19 火力的工作都暂停嘛，应该都暂停嘛那个餐车已经好了吗？餐车好了。好了但是还没办法出去嘛对，要等稍微解封的时候。解封双北还好像还没解封嘛，双北还没有，其他的好像有。对，应该是很快的，很快会解封。应该很快。他说1个礼拜嘛。对，而且在1个礼拜。而且他那一种餐车是不用在那边吃嘛，是带着走嘛。对。所以应该是会比较不像现在你餐厅真的是很麻烦了。对。那以安是什么时候预产期？什么时候？11月21。太棒了，太棒了！冬天最好。上帝绝对会祝福你们。对，相信上帝会让你平平安安生长，得到上帝最大的祝福跟保护。你要相信，让爷爷照顾木恩，等 COVID-19 大概1个礼拜吧，全部都解封之后，那么一切的事业都顺利，上帝会照顾着你们，好不好？好，相信一切都在神的安排啦、掌控之下啦我们只要信靠经常祷告
我像在我身上，我就亲身可以感觉到说，真的是，如果不是由神来掌控我们一切哈，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持续下去了哈。我相信很多做生意的人都有深深的感觉啊，有的人可能要接受政府补助啊，但是我们都觉得说，那些钱也是来自于纳税人的钱啦哈。那我们能够坚持就坚持下去哈，这是一个过程而已。哦，不是说已经是结局了，所以希望的穆恩哈，我们很期待你的餐车了哈，啊，有一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哈，来发挥你的理想了，好，愿神带领你们两个哈，无论是在以安的工作上啊，穆恩的那个计划里面哈，都有神的旨意与你们同在。我插一句话哈，穆恩，如果你餐车可以开始营业，请你告诉我一下，因为我想做第一个顾客。我看能不能去当个第一个顾客。他车子在台北市吧？哈。哎，那时候还是在星光嘛？哈，星光还是在星光百货那边吗？现在应该会是，如果礼拜六的话是在华山。哦，华山就在我们尖沙那里呀。对。然后1到5话应该会是在六张犁捷运站或者是忠孝。哦，六张犁那边哦 ，OK， 让我们知道一下，让我看能不能当第一个顾客哈。谢谢你上次的那个给我有吃到你你岳父有拿给我们了哈，所以我们都已经先尝过你的餐包跟那个汤啦，很不错。那个真的是有用心来调理的哈。所以我想大概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我们现在就为你们两个来祷告啊，为你的家跟你们在工作上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为这一家献上感恩的祭，我们透过线上，让每一家都能做一个祭坛来侍奉你。我们知道，在祭坛上必将有开花、有结果的恩典在这里面。虽然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切是未知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主与我们同行，是何等喜乐。主啊，愿你看顾穆恩的工作，他的计划以及他的未来的展望，都由神你亲自带领。也愿神你与他同在，无论在信仰、在工作上，都你的智慧启发他，让他能够按神你的旨意来行，也按照他的计划能够一一来实现。也特别我们要为以安在工作上，他现在也除了工作，也要照顾他的怀孕的 baby。愿神你与他同在。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未出生，我们的神就已经认识我们。从每一时刻，他也必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喜乐也从神而来。愿神你的祝福大大在这一家上面，也领受他们在这个道路上有与你同行的快乐，还有一切的平安，都在他们这个家里面。我们让同心祷告，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穆恩，OK， 拜拜。希望记得那个你要开张的时候要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要去抢当第一个客户哦。不错哈。拜拜，自己保重，拜拜，保重，上帝祝福你们，自己保重。今天所有的聚会都已经结束，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线上礼拜的最后一次。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想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这次的疫情，让我们不得不在我们自己的每个人家里。但是很奇怪的，就像今天蔡长老讲，
我们不要放弃，这是个机会。这是机会，是让我们的上主要我们知道，越是让我们事实上让我们分离的时候，我们更要去互相的关心，更要去把心拉在一起，在主的圣殿里面来传福音，来互相关怀。特别是今天我们所拜访的2位年轻人，我想他们在这次的疫情里面所受到的考验是更大的。我们老人家可能只是身体可能会受到威胁，但是他们所遇到的，除了身体以外，还有工作，甚至刚才有2位都是怀孕的妈妈，他们还要为他们的子女，只要出生的子女，是不是在这疫情里面能够健健康康的出生，能够成长？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一家人。下礼拜我们开始实体礼拜，我想这样的关心不会因为是线上或是实体，我们就会改变。我想下礼拜实体礼拜开始，我们一样还是要关心这些我们需要关心的人。好，我们今天要结束我们的线上的礼拜，我们默祷闭会。